moment 係好重要，就係因為宇宙係需要你去完完全全滿足於現狀，你唔會再有向外求什麼，因為你內心已經係好豐足。你呢一個狀態就係宇宙要你喺呢個狀態，你可以開始你嘅使命啦。好，咁事不宜遲啦。咁今日咧，我都唔知兩位會講啲乜嘢，但係首先老師先講咗自己，咁啊辛苦你啦，如果翻譯。好，我就你記得要提一提我。哎呀，識㗎啦你，我長話短説，講覺醒嘅嗰一刻。老師說他要跟大家分享他崛起的那一刻的事情。就係咁嘅。2022年咧，喺某一日咧，嗰日就係 Covid 非常之嚴重，大家必須要上班就上班，如果唔係係唔敢出街。2022年的某一天，就是 COVID 非常嚴重的一天，就是大家如果本來要上班的，也不用出去，就是大家都躲在家裡，是嗎？唔係要上班嘅都冇計啦，係啦。要上班的就上班，沒有辦法。但是如果不用上班的，就會在家裡。對，大家都不敢出去。係真係唔敢。咁我就住郊區噶嘛，咁我就每一日咧都要帶狗去散步啦。咁嗰日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行到去海邊，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受。因為老師他每天都會帶他心愛的狗狗去就是去遛狗嘛，就是帶他去走走。然後老師就在郊外的，然後有一天老師就走到外面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很大的感受。個感受就係我以前好唔中意呢一笪地方。原因唔係個原因係因為太遠，路程好遠。我好中意呢個郊外嘅地方，但係因為覺得佢太隔涉啊，所以係覺得出去會好麻煩。老師說，原來他以前很不喜歡他現在住的這個郊外的地方太遠，他其實喜歡這個環境，但是覺得實在太遠了。就是外面要進來的話，要花很長的時間。我用咗好多時間嚟適應，我住咗20年。老師住了20年，但是老師說他花了很多時間去適應這個事情。咁大家要睇到個反差，就係當下我感受就係突然之間覺得個個都咁驚出街，但係點解我完全唔擔心，仲喺海邊嗰度陪隻狗喺度散步嗰個感受。老師說，那時候因為除了上班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很害怕，就是外出嘛。但是老師當下突然有個感覺，就是當大家這麼害怕外出的時候，為什麼他可以在外面跟他心愛的狗狗在海邊，就是很舒適這樣子？咁就係個反差好大。當下你會覺得好感恩。我個頭微微自己向上落咗，即係話好感恩，然後就喺度講。如果我將來嘅生活都係咁樣，都幾好啊！就是因為那個反差太大，然後老師當下就覺得哇，就是很感恩。然後當時老師的頭就是微微向上，就是看上天，然後說了一句說如果以後的生活是這樣子的話，也不錯哦。原來呢個當下我個狀態就係100% ready 嘅狀態，宇宙就係要你感恩，滿足於現狀，係真正地滿足於現狀。原來當下老師的狀態就是100%準備好，然後宇宙就是要讓他就是在當下完完全全滿足於當下，然後就話俾你聽，你唔止咁樣。然後再告訴老師說，你不止這樣子的，你唔係以後就咁樣啦。你不會是以後都這樣子的。係啦，呢個就係老師覺醒嘅一刻，然後老師就突然之間攞個手機，咦？如果咁樣，不如去學下動物傳心都好喎，溝通。然後老師當下就把手機拿起來說，那這樣子的話，那我去學一下動物傳心也不錯，就是動物溝通。就係由咁樣開始啦。老師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冇錯啦。好啦，完啦呢個故事。覺醒一刻啊嘛。需要你去完完全全滿足
滿足於現狀，你唔會再有向外求什麼，因為你內心已經係好豐足。哦，你呢一個狀態就係宇宙要你喺呢個狀態，你可以開始你嘅使命啦。宇宙會讓你覺得，你的內心很滿足，很豐足，不需要往外求。然後宇宙就告訴老師說，那一刻就是你要開始你的使命的那一刻，使命的那一刻。所以老師主要就係分享呢一樣。所以老師今天主要就是分享這個事情。好啦，我想不到，我還沒有想到，因為我的覺醒的那一刻很多，我覺得很多 moment 都是我覺醒的時候。哦，對，就是比如說，像我的話，我是中學一年班，中學一年級，就是你們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開始對於指導靈天使很有興趣，我就是不停的看書，然後我就有跟大家分享過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我當時跟我的同學，我那時候有戴手錶。他也有戴手錶，然後我們脫下來交換，拿着對方的手錶，然後閉上眼睛，然後去看對方的指導靈，誒，真的看得見。對，那時候是我第一次看我內在視覺看得到的東西，但是那時候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我覺得是因為已經很特別了。書裡面他是這樣子教的啊，那既然他這樣子教，就是他試過成功可以這樣子做，那我也成功了，也沒有什麼好特別的，我就覺得那很正常了。然後那一刻就是我不知道我有這個能力，但是原來我已經有了，那可能是一個很寶貴的那一刻。現在回想起來，但是那時候是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但是後來也是COVID。就是 COVID 的時候，疫情的時候，我那時候開始在家工作，然後因為我實在太閒了，我就是每天在家裡看YouTube，然後冥想，就是聽冥想音樂，然後打坐啊，然後學呼吸法這樣子。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類似的就是，我那時候覺得好像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我那時候想的是，我想 log out 登出，就是我覺得這裡的事情我也不是很執着，就是沒有什麼我牽掛的，我就不停每天在想着要 log out，就是每天不停的冥想，然後過了4年，就是這樣子的生活過了4年之後呢，就是發生一些事情之後，我就找到潘老師，然後我覺得真正我覺醒的那一刻就是。我學了龍能量和結合靈氣療法之後，然後我第三眼打開的100%打開的那剎那，我很清楚收到訊息，就是這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句句子，然後我講出來，就是我即將100%打開我的第三眼。然後我講完之後，我就冥想，冥想完之後呢，我感覺好像是。真的完成了，打開了，然後我就跟佩老師確認，因為我本來還是有點懷疑吧，但是跟佩老師確認過後，我就覺得原來我是真的可以收到訊息的，我是這樣子打開的，我覺得那也是一個覺醒的一瞬間。當然覺醒很多，就是很多過程中都會有覺醒，對呀，就是每個瞬間都是親身學習的一個時間。冇錯，即係不停都係我哋都係覺醒中啊！我哋唔直至到生命嘅完結，之前都係不斷地覺醒中。直到老師說，直到我們生命的完結，我們都是一直在覺醒中，不斷的覺醒。不會有就是直到我們離開了，離開之前，我們都不會有覺醒完結。唔會啊，我哋係人類啊，不停學習，不停修正行為噶嘛。因為我們是人類，我們要不斷去學習，不斷去修正我們的行為。好。好，我哋請張老師分享一下。你哋講得咁好，聽過，佢聽慣噶喎。好悶，唔會啊，你講。你們都講得很精彩，我的可能我剛才都沒有想到你要分享什麼，會一個故事這樣子。我講咁我覺醒其實分幾個階段啦。咁同好多人一樣咧，都係從小被安排去返學啊，跟住返工，點樣融入個社會啊咁。我係咪應該斷咁樣譯？即係冇咁悶。
譬如我講晒。冇所謂，你想講咩就講，係係啊，分開計啫。我剛剛講的就是我的覺醒是有幾個階段的，然後跟大多數的人一樣，我就是也是被安排去學校啊，然後怎樣去融入這個社會，然後就繼續要工作生存這樣子。那我第一次覺得跟開悟有關係的事情，就是我大概6、7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突然很害怕。我發覺我身邊的人他們會突然的消失。其實那個時候沒有人離開這個世界，可是我有一天突然覺得，誒，我身邊的親友他們可能會突然都不在。當時我覺得很恐懼。咁係啦，咁我講埋最初開悟第一次覺得係6、7歲嗰陣啦。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好驚，死啦！我身邊啲人會突然唔見咗，佢哋會消失㗎喎。原來其實當時我身邊係未有人離開呢個世界，但係我真係好驚，嗰下就覺得有咁嘅恐懼。咁我就已經開始意識到，我哋其實未必會直情係唔會永遠留喺呢度咯。包括我哋身邊嘅人，咁細個梗係特別驚咯，因為阿爸阿媽啊嗰啲。即係你好驚唔見咗佢哋咯，咁嗰下就開始有呢一樣嘢啦。咁跟住我就準備覺得呢個係一個準備開悟，因為我學聖經嗰啲嘢。然後我就準備去開悟的時間，就是我去學習聖經的事情。那基督教，他們學聖經呢，有一章就是傳道書。傳道書裏面有講，凡事都係有一個定期。天下萬物皆有定時。傳道書裏面就講到，凡事都有定時定期，天下萬物皆有定期。係咯，咁生有時，死有時，生有時，死有時。咁亦都有講到，已有嘅事後必再會發生啦，後必再有啦，然之後已行嘅亦都會再行，即係一個循環。咁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然後也講到，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會好像一個輪迴這樣子。咁我嗰陣就覺得，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咁咪好無助咯，即係好無聊咯，所有嘢都冇意思喎。原來就是這樣子的話，我們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那我們的生命就是很無助、很無奈。我們就是在等什麼？嗰陣係大個啲嘅已經，幾歲開始學？嗰陣應該10幾歲咯。咁我就學咗呢啲嘢啦。咁我就，但我亦都開始對呢度人生有啲理解。這學了這些事情，我就對人生有一點的理解。當時我是大概10幾歲。咁後尾就開始學接觸啲佛學，咁我去學啦。咁一學就學金剛經嗰啲嘢嘅，咁好深啊，我覺得。因為然後我就去接觸佛學。然後第一個經典我學的是《金剛經》，裏面有講啲無我啊、空性啊，跟住執着、智慧、慈悲嗰啲嘢。咁佢有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嗰啲嘢啦。好深喎，真係係嘛？然後《金剛經》裏面有說無我、空性、執着、智慧，還有慈悲心。我覺得好像好深奧。字面上看起來可能可以看懂一點點，因為一切有為法，什麼如夢幻泡影啊，類似的事情啊，可是還是覺得很空泛，就係覺得好空泛喎，都好似唔係好明喎。咁究竟係點咧？因為裏邊直情講到係無我啊嘛，嗰個係乜嘢先得㗎？咁冇喎，然之後又講。所有人都可以係菩薩嚟嘅喎，咁所有人菩薩，跟住公司嘅同事明明好似好衰嘅喎，咁樣自我咁，就會覺得佢都係菩薩咁樣，即係就覺得好唔明裡面嘅嘢咯。我剛才說的就是這跟《金剛經》還有佛法裡面有說，所有人都可以是菩薩，那我就是
心里就想，一个同事好像对我不太好，他不是做什么事，他也可以是菩萨吗？我觉得里面的呃文字上你是明白，你是觉得哦是 OK 的，可是你人生里面的每一个阶段要经历的事情，每一天经历的事情，好像不太对应，嗯所以觉得很难明白。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挺难的，我覺得裡面。不過《金剛經》其實已經是最基本嘅嗯書詞。《金剛經》其實已經算我自己覺得係算幾基本嘅嘢，我真係唔敢講，因為我唔係學好多咯。我不敢講太多，因為我不是學很多我的認識也是有限的。因為好多嘢學嘅裏面其實，但係就知道係人生裏邊嘅一啲嘢咯。就佛法裡面就是有很多東西要學，就只是可以知道，人生裡面讓我明白人生裡面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經歷很多困難的時候，我覺得很沮喪的時候，那看就會有一點釋懷，係咯，即係睇佛經係或者睇呢啲去學佛學係可以釋懷一啲嘅另個人，係啊，咁就慢慢。點解會覺醒？嗰一刻我比較覺得係覺醒咧。誒、因為遇到一啲困難同瓶頸之後咧，積埋好多負面嘅情緒，就是遇到很多困難，在人生的不同範疇裡面都有不同的困難，然後就累積了很多負面的情緒，然後他們越滾越大，你的心情都很壞。剛剛那個時候，我地球的爸爸他生病，他是不輕的，因為啱啱嗰個時間，即係我爸爸咧，地球嘅爸爸，佢就病，咁係一個幾大件事嘅嘢嚟嘅。我睇咗好多佛學嘅嘢，我睇咗《西藏生死書》裏面講關於生死嘅嘢，即係我好細個已經喺度諗緊嘅嘢。咁我看了4章生死書，裡面有講到這個生死的事情。但當時我爸爸生病嘛，然後我就看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挺對應到我看到嘅東西。啱啱我覺得爸爸發生嘅事係對應到我喺佛學裏邊睇到嘅嗰一啲嘢。咁當時都其實要去照顧或者要去諗呢一啲事情，都覺得好攰咯。當時我爸爸的事情讓我身心都很疲累，所以不過最後就是我覺得每一個人佢哋喺我哋身邊嘅存在都係有意義嘅咯。佢哋係會令我哋可以學習咯。覺得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有意義的，他們都可以讓我們學習。因為我爸爸是非常的堅強啊，他最後就是經過這個水死的是吧？係啊，即係真係幾乎冇味嘅。他心臟只剩下5%，心臟得返5%啊。跟住後尾即係俾佢好，即係我不停咁幫佢念經嗰啲，嗰一刻就係我念經念得最多嘅時間。那一刻就是我念經念得最多的時候，因為我爸只有5%心臟，然後我就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咁如果我好消極坐喺度，咁乜都唔做，咁冇意思喎。咁我就做啲我可能都可以做嘅嘢啦。咁當然係咯，即係有個願力喺度，這個是一個願意力，就是一個顯化，也是一種顯化。咁我就佢好 touch 啦，平安地經過咗呢一個，佢而家都OK 嘅，所以我係好 touch，我好感恩呢件事咯。因為我爸現在是經歷過大概7、8年的時間，現在還好。所以我覺得很 touch 了，也是很感恩，他現在都是健康的。不過在他身上我學到的就是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距離這個死亡生死最近嘅距離。係我覺得生死最近嘅距離，因為我日日去醫院，我日日就係睇住佢個狀況，係啊，又束手無策嘅感覺咯。咁嗰一刻我就
即係覺得好好無力啊嗰種，個壓力亦都好大。咁我跟住我就嗰陣開始就揾聽老師就學咗療法啦，咁啊點化咗啦，咁點化咗就神奇嘅事就發生了，神奇的事就發生了。點化了之後，很感恩，真是很感恩。那個時候我就找蔡老師，他剛剛開第5班的療法，我就被點化。那被點化之後，我突然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聖經還有佛學裏面，剛剛講的《金剛經》，我完全明白。叮一聲，頭先講係點化咗之後，即係開晒嗰啲第3眼啊、Kundalini 全部開晒之後，突然有一日坐喺度，嗰《金剛經》嗰啲內容走翻出嚟，叮一聲明晒。咁同埋同時就係有好多有同學幫手一齊做療法啦，咁爸爸好翻啦，係啦，然後他是奇蹟的，真係一個奇蹟嚟嘅嗰個係啦。咁之後再有啲再奇蹟點咪第日先講啦。咁跟住嗰堆嘢裏邊就學到，亦都學到，即係嗰一刻其實我係諗，點解我成日往外去睇嗰啲嘢？為什麼那一刻我就是在想，為什麼我常常往外看？我們首先都需要內觀，最首先做嘅嘢其實應該內觀喎。點解成日往外去睇一啲嘢咁？因為我可以處理到嘅係自己嘅嘢，外面嘢我控制唔到。因為我可以做的是我可以處理自己的事情，可是外界的人事物我不能控制他們。同埋每個人嘅內心都有自己嗰一塊咯。咁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自己的一塊。那是潛藏，裏面有好多潛藏的習氣啊、想法，即係潛藏嗰一塊係有啲想法啊、潛意識啊、習氣啊。佛學就講習氣咯。咁其實其他人係唔會明嘅，點講都唔會明。你可以揾人去傾訴，但係佢哋係唔會明白咯。心理內在的一塊就是潛藏的習氣想法，其他人是很難懂。你可以找人傾訴或者是聊天，可是你怎麼講，他們都會完完全全的可以明白了。所以一定係要自己去調節咯，所以一定是自己去調節。然後這個一定要講的，因為我很感恩我的靈性團隊。我有一個非常超級棒的高高，他也是我星級爸爸。你可唔可以講一次星級爸爸係邊個？我的星級爸爸是聖者曼大師。他的智慧和善，真的讓我非常的臣服。我講我高高同我靈性團隊，即係我感恩佢哋嘅，因為我高高同時都係星際爸爸啦，佢係聖哲曼大師啦，係啦，咁佢係一個非常和善，亦都非常有智慧嘅大師。咁我係好臣服嘅，佢講嘅嘢同做嘢都係好令我可以覺得好臣服，我可以同埋好放心咯。咁我覺得係咯，其實即係咁樣覺醒知道咗嗰啲嘢，其中一樣嘢係我可以對每一樣人事物喺你身邊發生或者每一件事啦，都係覺得好感恩，係真係覺得好感恩。呢個係其中一樣覺醒會知嘅嘢。其中一項覺得一定是覺醒的是對身邊的人事物都是非常的感恩。這個是覺醒的第一步，我覺得是。沒錯，覺醒，應該。因為我回顧自己發過的文案，以前都寫好多嘢咯。咁裏邊其實好多負面嘅能量咯。其實我以前寫過很多文案，他們都有很多負面的能量。回看起來就是，每一次有一些這樣負面的事情，其實我是不是對身邊的事情不夠感恩？對，即係睇到咁負面，係咪對一啲嘢唔夠感恩咧？有好多人都會
即係你同人講，佢哋唔明，因為佢哋覺得哇，你都仲要諗咁多嘢，都唔使顧慮咁多嘢啦，你已經好好噶咯。但係唔係要人哋話俾你聽咯，佢哋睇到嘅好同你自己感受到嘅好係唔一樣嘅。其他人告訴你，你已經是很好，你不用掛慮什麼。可是應該知道是你自己，真正的感受是怎樣，什麼才是好？他們說得好，佢可能覺得哇，你唔使做啦，即係或者你冇乜嘢需要擔憂啊。他們可能覺得，你都不用工作，或者是你什麼都很幸福。應該沒有什麼擔憂，可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心的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嘛，自己覺得要感恩的事情，或者是覺得可能要轉化的事情，係咯。咁所以學療法嘅時候都有講嘅，霍金斯學能量表，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嗰個。所以我剛剛學療法的時候，那個 Hawkins 的能量表，我覺得那個其實是非常有用。就算我未覺醒嘅朋友，我都會推介佢哋去睇下個表。就算是還沒有覺醒的朋友，我有一些朋友，他們還不是這一個範疇，我也是很推薦他們。你每天去看，你有多少是200以下的感覺？咁我哋每一日去睇嗰個表，我哋有幾多係200樓下嘅感覺？咁我普通人咧，就算覺醒都會有。頭先老師都講咗啦，即係我哋一定係咁彈來彈去噶啦。你可能經歷一啲嘢，你可能會有一刻係嗰一個位，但係你有幾多係喺嗰個200樓下咧？我們每天，剛剛老師已經講，我們其實還在覺醒中嘛。我們每天有多小的時間是在這個200的下面的情緒。如果你可以保持在200以上的話，那就距離這個覺醒越來越近。你要全然去覺醒，你係睇到自己。我對每一件事你有感恩，你對每一件事，我幾乎係可以，你要去幾乎每一日，我大部分嘅時間我都係200以上，所以得閒可以研究下或者睇下嗰個表，所以每天都可以看看那個表。我今天在那邊，我有多少時候是200？我們有200以下是正常，因為我們是普通人。可是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有什麼時候。有多少時間可以越來越接近這個全然的覺醒的狀態？係咯，咁係咯。如果可以保持到200以上就，即係盡量係每一行，幾乎是每一刻，我們都可以200以上。你會非常接近這個覺醒。係啊，多謝張老師，分咗好多，分咗好多。即係我同你都唔會走去讀佛經嘅話，我有啊，你有讀經你有辦法㗎嘛？咁咧，我唔係讀，應該話我唔係去了解裏面啲嘢，我真係齋讀同齋背咯。所以同佢本身係化身真係唔一樣。係啊，我有聽我就知點解自己唔會係化身，或者未喚醒話，照計應該唔會，我都係現世咯，即係我都係幫手完成任務嘅，會好啲。咁所以頭先阿張老師有講啦，我哋每一日都會透過我哋唔同嘅經歷、唔同嘅學習，而我哋嗰個頻率就會跳下彈嚟彈去。但係當我哋已經係知道咗自己有狀況，我哋就盡量要去轉念，要去提升翻，去諗。之前我哋上個課咧，即係我哋喚醒咗 Kundalini 嗰啲。其實係你諗嗰樣嘢，其實你就可以慢慢提升到嗰個頻率，去到好高漲。我都喺度示範過。如果好豐盛會係點樣？大家我哋第日可以個隨時都得㗎，我要諗諗。在 Jen 老師有分享到那個活學的部分呢，也有分享到那個霍金斯能量表，然後就是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自己200以下的有什麼不好的情緒啊，
那些频率的能量，然后去清理，让自己就是维持在200或者以上。然后呢，刚才蔡老师就說，他以前的課堂裡面有分享過，怎麼樣讓自己聚會嗰陣時，聚會 Zoom 的學員聚會裡面分享過，怎麼樣讓自己在200以上的那些頻率裡面，你可以做一個事情，老師可以示範一下。即係用發出個念頭，而你去到嗰個能量。嗱，首先我而家先將自己去到平靜。老師現在先把自己到平靜這個狀態，就是發出一個意圖，一個意念，你要到哪一個狀態？可以啦，跟住我會示範感恩。然後老師現在會示範感恩。好，咁我哋唔好嘥時間啦，而家可以直接跳去豐盛啦。現在我們畫豐盛。自發嘅，即係你係透過你諗嗰樣嘢，你自然間係突然之間個情緒去到。其實這個是自發功，就是他只要發出一個意圖，然後他很自發的自然就做出了。但係上次我哋喺課堂，我喺書嗰度睇你哋咧示範，我見到你同阿張都係做得到呢樣嘢嘅，即係我哋冇做豐盛咁誇張啦。那時候的學員聚會，我跟老師當時跟着老師一起做，也有做。我有看到，對，老師有看到，但是很久。這次可以試試看，這個很快很快，就把你現在的狀況，你能量狀況，能量狀況提升。這是咁你都講咗過。很快，但係試試，因為我知道我哋好多學員已經係提升到一個 level 啦，即係距離我之前嘅聚會好正面㗎啦，已經可能係大家都可能做得到。大家一定都可以做得到。你知我哋當下嘅意識頻率嗰個振動頻率係好重要㗎嘛，我哋最好就係其實最好去到平靜啦，嗰個狀態，其實太過刺激。都係唔係太好嘅，就我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反差做俾大家睇啫。這是一個很快速的方法，讓自己到某一個特定的頻率裡面。然後老師說，其實最好還是到平靜，因為如果過多的情緒也是不太好。最好的狀態就是平靜。係啦，最好。然後剛才 Jam 老師他有一些講了廣東話，但沒有翻譯成國語的，我覺得其中一部分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姜老師說他因為那時候爸爸生病嘛，然後就找到了潘老師，然後學了這個療法，然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然後姜老師沒有翻譯後面的，到底是什麼神奇的事情呢？就是姜老師突然懂了那時候佛學裡面，然後聖經裡面的道理。比如說剛才講的《金剛經》，然後完全對，完全就是突然叮這樣子就懂了，對。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當我們覺醒提升的過程中，我們會可能突然有些道理我們懂了，以前可能就一直聽不懂，一直覺得就是困在裡面卡住的地方，可能突然就通。點解特別講《金剛經》咧？因為佢裏邊真係講同啲身心靈好有關係嘅嘢。即係佢會講呢啲空性同無我嘅嘢，你好難諗點解我咪我咯？即係有個人係好實體㗎嘛，所有人其實一出世都諗緊自己我係點點點，即係諗下自己每日講幾多句同埋諗嘅嘢有幾多係我，即係嗰件事係唔會消失咯，基本上。所以我覺得裏邊嗰樣嘢係好難嘅，同埋佢就算講話要實行到嗰啲慈悲心啊，或者要即係一啲對自己嘅一啲覺察嘅，咁我覺得睇字就 O K 啦，但係真係做好似有啲嘢塞住嘅，你會覺得其實嗰下一明咧，覺得咧要有一啲經歷咧，再去睇翻先至可以理解得到。係好似其實嗰一下，我諗同個本身個能量都有關係，因為脈輪覺得好似一嘢通晒咁樣，即係你覺得呢度係通晒，係唔同咯。相應
但是 Jen 老師他剛才說，為什麼特別講《金剛經》？因為《金剛經》裡面講到很多無我空性的部分，然後還有就是點樣行慈係嘛？點樣行？慈悲慈悲哈，怎麼走慈悲心這樣子？然後呢，就是Jen 老師以前會可能覺得卡住，就是有些事情好像想不通，但是他覺得這個跟你脈輪的狀況也許是有關係的。其實那時候可能你的脈輪通了，然後你的思想就是有些困住你的事情，突然也就通了，這樣子，就是互相影響。仲有一樣係好緊要，裏面有講執着，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自己有啲嘢，我可能以為自己放咗手，我哋成日都諗住我冇嗰種執着喺度。其實我執係每個人都係好強，對於每一件事或者每一樣嘢都係會有一種我執喺度。咁點放開啫？即係佢講到咁樣係好難咯。但係你係真係咪真係咁冇所謂？嗰件事就係咁樣啦。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執着係我哋翻嚟呢個世界不斷輪迴嘅一大元素。但係得㗎，原來係係得嘅，係要慢慢嚟咯，唔係一下子咯。張老師說，裡面講到《金剛經》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執着，這裡面會提到執着這個字。張老師以前會覺得說，要怎麼放下這個執着？就是因為你自我嘛，我每次想到我們小事情的時候，只是都會以我做一個出發點，就想到自己。但是怎麼樣沒有我？然後那時候就是之前張老師有個狀態就是不懂，但是後來就是突然懂了。對，就是那個狀態。然後就蔡老師也說，對，就是執着這個事情原來是真的可以放下，真的可以做到放下這個事情，但是必須要，就是 Jen 老師也有提到，就是我們要有很多學習的過程，可能必須要經歷一些事情。然後其實我今天也剛好就是在搭小巴坐小巴的時候，突然也想到這個事情，就是說我忘記了想到什麼，反正就是因為很多學員問我問題吧。然後呢，我就突然想到那個問題，就覺得說，誒，對，為什麼我們要經歷這麼多事情？是因為有些道理我們看似懂，但是我們要必須經歷過才會真的懂。對，我當時就想到這個事情，沒有想到，誒，我們今天會分享差不多的道理，這樣子。對，因為怎麼說，我的感覺是。雖然我好像很多道理都懂，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為什麼我作為老師，我還是必須要經歷這些事情？是因為我也是要必須經歷過，我才會真正懂得，真正放下。就是你沒有經歷過的話，你怎麼放下那個執着呢？對，你可能這裡想，你覺得可以放下。但是你沒有經歷過，你怎麼知道你真的可以放下？必須要那些事情發生，你才可以有這個機會去放下它。所以好感恩所有喺身邊出現嘅人事物咯。冇錯啊。張老師有講啦，其實喺我哋今生出現喺我哋身邊嘅人都唔係一啲係冇所謂嘅人，都係嚟陪同我哋去學習，同埋都係我哋即係同我哋一齊去學習經歷一啲嘅課題咯。所以兩位老師都說很感恩身邊所有的人事物，因為他們的出現都是讓我們去學習一些課題。係啊，同埋阿哥有講，我又要再喺度講一次。阿鳳儀喺咩度？鳳儀頭先喺度，應該都喺度。係。好，咁我再要喺度講一次啦。其實我喺一個曾經有一個祝福嘅一次咧，都係公開過多謝鳳儀嘅。記得係應該就係應該差唔多成一年前咧，好似一齊開睇舊時眼嗰次，你都同鳳儀一齊。鳳儀 Shelly 一齊開睇舊時眼嘅。咁然後跟住咧，鳳儀咧嗰陣時，佢已經係知道自己係一個無神嘅法師嚟㗎啦。咁佢就留低專登同我講，交咗啲嘢俾我，交咗兩條鎖匙。佢同我講，鎖匙係咯，佢同我講你有啲執着，我教你放下。佢仲同我練，跟住我開頭唔識咁放，唔係咁放，
慢慢攞起，慢慢放。當你有執着嘅時候，你要放，學識去放，真正係見到放低。咁佢同我有練習，然後我同佢講：哦，好啊，我真係有翻去做。咁最近我有見到Shelly 啦，Shelly 有專登約我哋同阿 Jam 出去做一啲事情。咁跟住阿 Shelly 話：鳳儀話你都仲有啲執着啊！我已經改咗得，嘿，都仲有其他噶嘛。咁所以我知道，即係等於好似每一個人覺醒咁樣。我哋係始終係人，係咪？我哋係人，直至到我哋生命結束之前，我哋仍然係覺醒之中，仍然每一日都係有嘢需要去學習同埋去修正我哋嘅行為。執着亦都係，無論係大嘅執着或者細嘅執着，我哋都唔應該忽視。我哋盡量，當你可以嘗試繼續放下我哋嘅執着，每一日覺得自己有執念都可以放下咯。多謝你啊，鳳儀，好感恩，好感恩。我完成咗阿鳳儀想我去學習嘅事情咧，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多比較執着嘅事情啦，係放低咗好多，然後先至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嚟到唔再咯。咁當然我要繼續有嘅，知識到自己有嘅，覺察到自己有嘅，繼續放下。希望大家都可以咁做。老師分享了一個事情，就是應該是去年吧，老師在香港有辦實體的透視眼的點化的課程，那是應該是第一次辦實體的。然後呢，那時候我在場，然後也有其他的同學，其中一位就是鳳儀，鳳儀就是Shelly，然後他那時候他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個菩薩的身份，然後他就是跟潘老師說，你有一些執着，你需要放下，然後就給了200鑰匙給老師，然後就跟老師說，你要放下，真的練習這樣子放下，但是他跟老師說不是這樣子放下，是慢慢拿起來，然後慢慢放下，這樣子，然後老師回去之後真的有練習。然後最近老師又就是那位同學又約了娟老師跟潘老師有一些事情，然後那個同學看到潘老師說：“老師，你還有一點點執着。”老師說：“不是，我已經練習了很多次，我覺得我應該放下了很多，是但是還有一點點，還有其他，對，因為還有其他的執着。然後老師說分享就是說，其實我們直到我們生命結束的那一天，我們也是不斷在學習，有很多不同的執着要持續的放下，因為我們也在持續的修正我們的行為，執着也是一樣，就是我們持續的去放下，然後直到我們生命的結束，這樣子。哇，你好犀利喎，咁長。唔係因為我嘗試嚟嘅，成咗個係冇錯冇錯，咁樣就用你啲講。謝謝。好啦，今日真係非常之感謝大家，因為而家都成11點幾啦，多謝晒大家。所以宇宙安排係好嘅，安排咗星期六。係啦。宇宙的安排就是今天是禮拜6，所以大家明天可以休息，不用上班，所以今天才可以留到這麼晚。好啦，多謝晒大家。有冇其他特別嘅？謝謝大家。問題如果唔係，我哋就拜拜啦，下次再見。大家有其他問題嗎？如果沒有的話，那今天就到這裡，然後我們下個地球祝福日再見。